聲，似看到最動人風景，沒有噪音，只得笑聲，散播到最遠的山嶺。被改正完了。那几千了。歡迎使用微信。35蚊啊！別用。在這世間看看漫長，有衝勁，有無分擔，沒有依附的難防，會看見遠方的麻煩。所有錯失都得到寬待，如計較會被換成慷慨，餘生量仍然能被記載，孤苦的得到理解，這可算渺想天開，願這世童話抱着想像實現它，就憑摘星的手臂，為地球每夜放煙花。就算世界無童話，放下包袱完成它，就來學攀山者有心不會怕。醒来都会激动的梦。